欢迎收看《台湾新界》，我是阿明张伟民。咱看到总统蔡英文哦，昨在面册头顶讲，伊想要点这个 Provence 的这个点菜，这是咧讲啥物啊？原来哦，这是伫咧外交部拍拼之下，咱台湾要和法国伫咧 Aix-en-Provence 加要新设立一个办事处啦吼。这个办事处吼，未来会加强啥咧？伫欧洲吼，台湾人在这个服务嘛，要促进讲台湾和法国伫咧倒位经济贸易啦吼、航太啦、生意啦吼、科技者要来做一寡交流合作。啊嘛，期待讲台湾和法国这关系会当继续来向前行吼。这嘛讲吼，这是今年第3个新设的这个办事处。咱讲8月中的时阵，咱过去嘛讨论过，这个非洲之角设立咱讲台湾驻 Somaliland 这个代表处啦吼，最近嘛要搁展开着关岛的这个办事处，所以已经新设着3个外馆吼。除了台美关系升级以外，关岛办事处嘛要成为咱讲台湾参与着美国印太战略真关键的一个角色吼。另外，咱嘛要讲吼，伫咧欧洲这地吼，咱真正嘛是外交的一个大突破啦。安怎讲咧？这个 Czech Republic 因参议院吼要来台湾访问，而且咧，这团吼是在参议院的这个议长啦吼，维特奇要带90个人来做访问哦，这个人数会当讲是上济一届啦吼，嘛是史上上关战绩的这个部分来到台湾来去访问啦吼。而且咧，其实中共吼，而且冇压力甲伊切落去啦吼，但是因无要采取到这个中国的这答案，无要甲插啦吼。所以另外，咱嘛要看到讲，其实吼，伫咧旧年的时阵，咱嘛看到这个台北市甲这个 Prague 吼，这个市啦吼，来做一个姊妹市。啊，这回来，咱讲这个参访团内底，嘛有这个首都的这个 Prague 这个市长贺瑞普。做伙要来台湾来去访问啦吼，伊过去嘛伫台湾来读册，啊讲吼，伊是台湾迷啦吼。啊，咱们看到讲，这回这个访问内底，伊其实有个人的这个行程吼，就是要甲台北市的这个代表做一届来会面啦吼。要讲啥咧，嘛是值得咱观察吼。但今日这回这个节目，咱们要讲到台湾外交新的突破是安怎来解说，做回来分析。这部电影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到作家赵君硕。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咱们邀请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定辉。大家好。咱看到了哈，这个外交上大突破，会当安尼讲吗？但是咱看到哈，真侪中国的大嘛是搁伫内底啦哈，所以这个外交突破嘛是有真侪挑战哦。当然了，我感觉这个问题哦，当然是对咱台湾来讲是足大家欢喜的啦。OK， 咱过去一直咧拢伫想讲啊，过去几年啊，有7个国家甲咱断交。啊，咱也伫国外国际组织WHA 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中国就拍，咱袂当入去。所以这届法国这个代志，伫艾克斯这个所在，设立一个新的办事处。那当然。这是外交部长期的努力的结果啦，吼。因为你要甲一个国家、甲法国，这个国家要达成这个合约，然后去伫因的国家内底去设置的这办事处。是，这是爱足侪合调甲谈判，才有法度这个结果啦。但我想要更重要一件，就是讲，即摆法国这个甲咱台湾的关系，因为这个新的办事处的设定，是法国甲咱台湾。属德台关系，法台关系会因为这个办事处的设置，而变成法国这个第4个台湾在欧洲国家有2个或2个以上外交单位的国家。是啦，过去咱看到伫咧巴西吼，伫咧巴黎这个所在有一个办事处，即阵吼伫咧南法吼，这个较南边的这个部分吼。真正嘛是讲吼，服务着较侪这个欧洲伫台湾的这个人啦吼，所以这嘛是一个新的这个突破，咱等下好好过来解说一下。咱要先带大家来看到，咱头都有讲到了吼，伫咧这个法国进前吼，这个 Aix-en-Provence 这个办事处啊，进前咱嘛看到讲，伫咧 Somaliland 啊，还有咱讲关岛嘛要有办事处啊，这个外交上外馆新增加3个是今年哦，咱先做来看。最近，台湾外交不断有新的进展。外交部宣布，要伫法国南部观光重要的市镇艾克斯普罗旺斯设立驻普罗旺斯台北办事处。安尼，法国也真做咱伫欧洲、伫英国、德国、瑞士了后，第4个有超过1个办事处的国家。驻普罗旺斯台北办事处作为驻法代表处在南法区域的一个办公室，未来2个处将密切的协调合作。为我国人以及旅法的侨胞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并加强化
台法双方的经贸、科技产业等交流。艾克斯是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人口第4济的城市，有千砖之城的名号。其实外交部原先想要规划的办事处地点是里昂甲马赛，毋过最后决定伫咧普罗旺斯。学者分析，这是为着要减少政治冲突。那中国是睁大眼睛在看法国跟台湾的外交关系的发展。那我认为说，选择艾克斯避开马赛跟里昂，会降低它的政治敏感性。那对双边、对台湾跟法国的未来关系发展是比较有正面的。伫这进前，台湾驻索马利兰共和国代表处也已经正式挂牌，第一任代表由原本驻沙烏地阿拉伯参事罗振华出任。外交部长吴钊燮甲索马利兰外交部长穆亚辛用视讯的方式出席成立典礼，开场先播送总统蔡英文先录好的影片，表示祝福。In the spirit of mutual assistance for mutual benefits, Taiwan is firmly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Somaliland in areas and may the Taiwan-Somaliland partnership contribute to the advancement of peace, freedom, and prosperity in the Horn of Africa. 上也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伫索马利兰的空中飘扬。吴钊燮甲穆亚辛伫典礼当中同时签台索技术合作协定，开展两国对民生有利的合作计划。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嘛要伫索马利兰设立台湾驻索马利兰技术团。Since 2009, our two countries have collaborated in healthcare, educ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Now that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s officially commencing operations, we will work together to widen and deepen the scope of our cooperation. 也若伫最近，美国围堵中国策略顶悬，位伫西太平洋是第2岛链的军事核心基地的关岛，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外交部经过甲美国协商，考虑到太平洋战略位置，决定要恢复2017年暂停的关岛办事处。我们附设驻关岛的办事处，将可以加强我国与西太平洋地区整体的经贸的交流跟合作关系，也有助于深化我国与太平洋友邦关系的经营。关岛办事处伫2017年8月时，因为人力配置甲预算问题，暂时停止运作。不过，因为最近台美关系升级做全球合作伙伴，所以甲美方协商了后，恢复设立办事处。淡江大学战略所副教授李大中表示，美国积极推展印太战略，当然关岛真重要。不过对台湾来讲，更较侪是观光经贸交流。对我们来说，可能那个重要的程度就没那么的一个增多，不需要赋予太多的一个政治意涵，可能还是用一个平常心去看待。美中关系紧张以及台湾防疫成绩受到全世界关注的影响，台湾的外交嘛慢慢突破，不断对外发展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头都有看到讲吼，这个 Aix-en-Provence 吼，伫遮吼真正可能会当降低伊的这个政治意涵伫吼，那外经马赛嘛，外经这个利用吼，为的这个考量，但是咧，这是为着卖互中共较歹看吗？是，我讲。现在这个节骨眼，两岸关系是非常紧张的，真紧张了吼。我即摆底下好，虽然是暑假，不过学生到联络，第一个问题拢问讲，会战争无 ？OK， 好，所以这个情形来讲的话，世界拢在看这个问题，法国嘛是共款。那这个你也选的马赛跟里昂，有一个意义就是讲马赛跟里昂，中国遐拢有伊的办事处。OK， 正面交锋，那当然是这个过程里面。中国是阻挠非常大了，周董啊，所以才退而求其次，选择这个艾克斯。是。那我要讲的是讲，这个法国这个问题，甲咱头拄看影片内底，迄个索马利兰是。这个问题来讲，特别是索马利兰，咱底下设这个办事处，是。就地点来讲，伊是伫非洲。第二，索马利兰的位置是伫红海甲亚丁湾这个所在。那过去几年咱台湾一直有这个问题，伫索马利亚外海有叫海盗渔船叫掠去，咱的外交部费尽千辛万苦要甲救回来这个问题。那即摆伫遐设一个办事处，
除了观光之外，啊，也在就近在照顾这些渔民。渔民有一些渔船啊，还是一些消息的传递上面比较方便。是。但是我这样是要讲的是讲，即嘛咱迄名叫做台湾，啊，这个国内嘛是足侪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嘛，哈。那我这嘛底下甲把这代志放大来世界国际关系来一个架构内底来看。这个索马利兰伊毋是一个正式的国家。OK。哦。啊，联合国嘛主张讲会员国不要去承认它。啊，欧洲国家嘛是无承认这个所在。啊，这个情形咱即马台湾，哦，开了第一枪去甲伊建立这个外交关系。第二咱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外交突破。是。哦，那这个如果说不管这个国际舆论、联合国啦这些批评的话，当然是一件好事情。OK。不过这个问题你该想看讲。咱即马台湾主张讲要加入联合国，重返联合国。啊，这联合国伊个主张是讲反对索马利兰哦，去承认它，造成它索马利亚内部哦冲突不能够解决。啊，这个情形长期来看，会不会影响到说以后我们要进入联合国、加入 WHO、民养组织这些事情，或者是拓展跟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 ？OK。这个问题是我自己底下思考的问题。OK。所以底下索马利兰建立这个办事处是好的开始，还是错误的第一步？这是咱来去观察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真正咱咧讨论的时阵吼，伫咧欧洲的这个部分吼，有人咧讲吼，真正是过去是亲中啦吼。啊，索马利兰代表是伫咱这个非洲国家，咱会当吼过去突破这个部分。但是咱嘛讲到，伫咧索马利兰真正啦吼，会当有这个要甲因做季节，其实美国伫遮吼嘛有吼会当同意吼。譬如讲，咱这个台湾关系法，还是讲其他这个法案，拢是有去甲听、去甲支持的吼。这嘛是咱买手豆豆来去观察。啊，咱讲讲到这个欧洲、非洲遮吼，来去做突破。今年咱讲新增加第3个，然后头拄咱讲有着中共一定会打，但是咱伫遮吼会当看到安怎实际对台湾帮助的，除了伫政治上的这个意义，然后咱继续来请教咱的作家。我是感觉今年对台湾是这最好的机会，因为过去2年中国的形象伫变足歹，因为香港的问题。是。去年我去美国出差的时阵，伫迄餐厅咧食饭，拢是美国人哦。OK。但是迄电视上都是香港抗议的新闻，3分足长啊，足侪人咧看。是。我伫马来西亚做计程车，迄毋是华人，伊嘛问说：“哦，你是香港还是台湾啊？”大家拢足关心的啊。啊，伫欧洲阁有迄新疆的代志，新疆迫害维吾人集中营的代志嘛，即马德国、法国嘛，足侪人咧关心的。啊，都搁一个这疫情的代志啊。然后法国总统4月的时阵接受迄访问，伊嘛讲中国处理都不透明。是。嘿，啊，都欧洲即马各国嘛发现，甲中国处理迄贸易的问题时阵，中国常拢讲话无算话啊。OK。啊，都因为这疫情的时阵，大家都发现哇，台湾伫遮啊足。孤立，但是处理的足好诶。伫亚洲其他的国家都足严重，啊，阮拢无哩无。因即马终于发现台湾，真然是足好的机会，去甲各国较争取较机会，就是像迄张教授讲的，为一些较不敏感的所在，事务性的先开始开拓啦。嘿，啊，这是对且对迄较有钱的国家，因较无惊中国的压力啊。啊，对迄较无钱的国家。我袂使袂记哩，美国有一个法案，去年通过，2019年通过，就等于叫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就是这都是这都是鼓励一些国家，你唔免惊跟台湾发展加强关系，所以我想不管是较有钱的国家，较无钱的，阮拢有机会。所以这个咱头讲到是这个拆配 Act 部分啊，因为过去咱讲哦。互人断外交，断到这个关系啊吼，但是美国看袂落去啊吼，所以这个 Taipei Act， 这虽然叫做 Taipei， 但是伊的这个名吼，台湾什么 Initiative 真长，然后就是要保护咱的这个外交关系也好，也是咱各个邦交吼。若是讲真正中国能够出手，伊其实会当用这个法律的这个赞助来去处理啦吼。继续咱过来请教副秘书长啦吼，所以咱看到这回咱嘛讲到哦，伫咧法国遮有真大的这个意义啦吼。咱讲是第4个伫咧欧洲国家，会当有2个办事处以上啦吼。
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办事处以外，也有真侪关系，咱等下再来讲这张图。但是我要先请教你啦吼，伫咧 Aix-en-Provence 遮已经打出去啊。咱头段嘛讲到，伫咧经贸的这个合作啦吼，啊，这个航太啦，还是讲这个科技等等遮尔。但是咱各会当安怎个开拓无？咱知影讲吼，要开一个馆吼是足困难的。有影。吼，你该在地国家爱同意，吼，啊，你该本身个预算啊，甲人员拢爱有够吼。是。啊，但是你要关一个馆啊，迄足简单的。吼，你比如讲以早伫迄孟加拉，咱要关迄个馆，迄足紧的，马上就关起来。啊，像关岛，迄阵咱要关的时阵嘛，足紧就关起来。是。但是你要开一个馆，大概可能爱塞一两年了，才有法度去开这个馆吼。啊，而且人会甲你问讲，你到底开个馆是要创啥？啊，你开个馆有啥物意义？还是讲你真正有观光客伫遐？吼，而且开迄个馆嘛，吼。啊，即摆咱甲法国中其实吼。其实咱台湾袂讲法国这个国家吼，就其实是重要。谁来讲哦？我讲简单的啊 ，Mirage 是幻象战机啊，吼。啊，咱台湾就是幻象战机。OK。另外一部分就是海军啦，哦，海军军舰嘛，吼。是。啊，即摆讲除了美国以外，会用卖台湾，就是法国啊，嘿，就法国嘛。啊，你看，其实法国佫有一个用处，就是讲。你会用甲美国抬价，你来讲买，美国你伤贵，啊我甲法国买嘛，啊那法国如果伤贵，我就甲美国买嘛。就是讲我甲这个法国做交流，我的牌都较济啊啦。是啊，谁来讲即摆咱吴志忠大使伫遐吼，啊其实以早嘛有记国防部甲伊斗相共啦，吼，你做这军火买卖啊，啊但是就是 Mirage 以早法国有来讲哦，你 Mirage 我卖下你吼，是咪要伫台湾设一个？维修中心啊 ，OK， 啊，迄阵咱寄出去啊，但是你即摆讲美国要F16到台湾吼，结果 F16V 伊的迄个维修的工程、甲维修的工程师、甲伊迄技术规个拢转移到台湾来吼，是，所以我咧看这样代志，毋是讲简单讲看这个开这个馆的代志，OK， 其实甲法国的关系吼，足复杂的，啊，迄个复杂程度是甲美国的复杂程度不相上下哦，因为你讲。国际社会，你讲有波音呢，有波音的航空器，啊，你另外就是 Airbus 嘛，是哦，就空中巴士嘛。你底下有法度甲美国去竞争的国家就是法国，是高科技的迄个法国。所以内底有讲到迄高科技航太产业，航太啦吼。像咱讲航太产业，就是这 Mirage 的部分。咱知影讲即摆 Mirage 已经足久的啊，吼，当时要换。法国佫有军机会佫卖互咱的，还是安怎？即摆最近又卖互印度嘛，哦，伊又卖互印度的物件去要甲中国对呛嘛，吼，所以即摆法国的角色是安怎？啊，是安怎法国的答应吼？其实我感觉这后壁足侪文章甲故事会去了解吼，所以无啊简单讲，你甲观光俩，因为大家讲甲法国甲香水啊，是讲甲 LV 包包啊，是物估计是 Hermès 啦吼，爱马仕什物？其实无哦，咱讲军事这个力量吼，真正。亲像咱讲副秘书长讲的，毋那干那咱甲美国会当买武器呢，咱嘛会甲法国吼做伙来去买啦吼。除了这个航太，还是讲经贸吼，其实航太更较重要吼。咱买会当买战斗机也好啦，买真侪这个军事的武器，吼，真正伫咧这段毋是干那遐尔简单尔。咱继续请教教授。这件代志，咱伫遐法国甲索马利兰啦，吼，啊甲关岛，从社会也好，是新设办事处这件事情。对咱台湾外交历史内底有一个足重要的意义啦，哦，这个意义啥物意义？咱那个记得4年前，2016年2016年，2016年开始，咱外交部有一个政策，就是检讨人事精简，所以开始掀起了一波就是收馆的风潮，哦，前后有4个馆，哦，包括足重要的挪威，这个办事处也被关掉了，在北欧吼。所以，这个关于这个外交单位这个代志啊，对咱外交人员的士气打击真大。有啊。第二点，我是感觉这个关，我觉得错误就是讲，咱这么台湾的国际处境哦，加艰难。外交官是第一线的战斗人员。是。咱要台湾啊创造这个外交领域，你第一线人员一定要有人有强。这阵容要大，你的人才要有，你才能够。推销台湾出去，所以现在新开的这三个办事处或复开的这关岛这个办事处，终止了所谓的2016年以来的关管的风潮。OK， 所以真正是这个对我们外交人员是很大的一个鼓舞了。OK， 我们要拓展我们的外交，
增设的这个管处，这点我是感觉爱提出来强调一下。是啦吼，所以伫当时咱讲疫情遐尔严重的时阵，佫会当新增加3个馆吼。其实咱头都有讲到吼，伫咧南法国南部遮啦吼 ，Aix-en-Provence 遮会当有这个军事的这个能量。啊，其实关岛遮若要甲恢复，嘛是一个咱讲吼，会当伫这个美国印太战略遮一大这个重点吼。咱继续过来请教专家吼，安怎来看讲？除了咱讲外交，还是讲经贸以外，这个军事上的吼，安怎搁去进展？其实法国伊看家己是一个印太地区嘛是一个强国，伊伫印太有8000个驻军 ，OK， 嘛有100万的法国人住伫遮，是，嘿，啊，伊有参加迄环太平洋的军演，嘿，啊，去年我想伊有参加过甲美国斗阵南海的航行，但是，嘿啊，但是，所以我想吼，就是法国官甲中共嘛开始走美国的路线，开始对抗时阵，印度、台湾。这毋是一个棋子啊，但你家己嘛是爱有实力，咱若是嘛是有实力人才会甲你看重啦，是啦吼。所以咱咧讲吼，就是讲哇，真正伫咧即个部分，真正咱讲除了美国甲咱做合作以外，规个欧洲拢咧做转向嘛。咱继续过来请教副秘书长啦吼。咱讲传统三国伫咧欧洲，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即回吼，咱真正即个亲中，也是讲即个反中有即个改变啊吗？我足佩服这个 Czech Republic， 就捷克这个国家。像讲伊过去吼，面对苏联的迄个压力吼，啊，伊其实有法度咱讲什么布拉格之春啦，吼，啊那有诶，这拢是捷克伊应景精神啦，吼，客家里有咧应景精神吼。啊，结果伊变做讲伊即个民主国家，伊国家虽然小吼，但是伊是民主国家吼，啊伊知影讲这共产主义的伊个压迫性吼。即摆就是讲欧洲的国家其实有当时后知后觉，有当时慢慢啊来吼。你有当时你甲伊讲一寡物件的时阵，伊会达到做，但是伊是慢慢来的。伊的步调无法紧着，伊较所谓的 romantic 迄个感觉吼。啊，但是美国足紧的，因为讲甲中国扯，就是要甲中国扯。伊即摆是甲中国。咱看台积电的代志就知影嘛吼，伊安尼切开啊嘛吼，就开始讲即个规个晶片的供应链，规个甲伊切开啊安尼。啊，但是欧洲也搁咧看，吼，安尼看。啊，但是比做讲中国，伊即摆有伫个选择，吼，选择讲伊即个甲欧洲的个国家看会较好袂，啊，还去 balance 伊这美国这边才不足的所在吼。但是我感觉是安尼，就是讲民主国家之间吼，伊家己的迄个慢慢啊吼，像英国，你即摆脱欧嘛对无？啊，你英国脱欧了，结果英国要去创啥？伊外交部分一直爱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吼 ，Indo-Pacific Strategy， 伊爱会到这边下来，所以你再讲，英国的什么伊丽莎白航空母舰会讲开到南海来，啊，英国的伫遮会要做什么代志，吼，啊，英国的角色是啥物物件？啊，即摆法国的，即摆法国开始咧慢慢来跟进啦，啊，其实美国即摆甲德国的关系是较无好啦，吼，你看迄美军就撤出。德国，但是伊马上去找波兰嘛，马上去找波兰去驻军伫波兰嘛，啊，所以那一套即个系统其实讲起来，因为即摆川普是甲无歹去啊，川普是讲大家拢爱摕钱出来啊，毋是讲你安尼我付出，啊你就无淡薄出钱安尼吼，甲我出军事你无出钱，但是法国即个国家吼是最特别的，就是讲，因为伊甲美国之间吼有竞争关系，啊，各有迄互补关系，所以这个国家其实大家看，咱大家看，伊慢慢来看讲，因这欧洲的国家吼，慢慢来会转移到这边遮来，啊，再甲中国保持这个距离啊。OK， 但是这个时间上可能无遐紧啦吼，时间上可能还阁爱等一下吼，因为咱讲实际上看起来，这个 Merkel 啦，还是讲吼，这个德国、法国其实因对这个国内利益吼，毋若讲咱亲像咱讲的。这个亲中路线要甲反中这个路线，有当时啊，袂当一刀甲切开啦。有当时啊，真正是国家的利益吼，因国内利益较重要吼。是，我同意主持人的看法啦。吼，这爱一个人哦，这个也是喜欢他，也是要经过一个过程啊。决定要分手，也是要深思熟虑。OK。对啊，咱头拄这秘书长所讲的讲，中国甲美国这么在斗争。中国跟美国的斗争中间，让这个欧洲的价值提高了。OK， 头头咱有讲过一个观念，讲中国要由欧洲来对抗美国。是，美国嘛是在做这个代志。美国嘛是要由欧洲
防止欧洲国家不要靠中国太近。OK， 啊，所以它的价值提高了之后，我们就回到主席你头讲的问题，到底欧洲即卖伊的重要性遮悬啊？是啊，伊是要行向正边的中国，还是向倒边的美国路线？是亲中还是要亲美啊？啊，这规定来讲，你头讲一个观念真好，啊，外交是长期的，哦，中国伫遐欧洲的经营是长期的，啊，这点我是要强调，哦，伊伫遐欧洲伊看足清楚的，伊即摆欧洲后面有27个国家，欧洲有50个国家，伊要做啥物代志，拢伫联合国内底，拢爱这个国家的支持。OK， 哦，所以伊伫遐，特别是习近平在12年上台之后，伊的路线行得足清楚。伊就看50个欧洲国家伊的布置，西边的这西欧国家，甲美国是传统的关系，大西洋关系，都甲维持就好安尼啊。因的关系是足拿兄弟啊，你要从这边突破是不太可能。OK， 伊就看到东边这东欧国家，东欧国家吼，他说秘书就有讲，以社会主义国家，89年这个民主化之后才建立独立国家，是，然后脱离共产，然后慢慢民主化，伊即摆经济个真差，经济差，他需要钱来发展伊的国家。是，中国即阵就入来。是，中国你看准讲伫遐2010年的欧债危机时，这个国家拢伫遐花无钱，哦，所以就钱就来啊，是，来人就送入去，啊，就组织伊的研究机构啦，啊，伊甲伊的当地国家的议员的关系，啊，欧西啦，还是讲因的议员的子弟的照顾啊，样样都来，所以打点的非常好。他在中东欧国家的一个地盘是很巩固的。是，我这边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计划，中国跟中东欧国家有一个叫做17+1的合作计划。17+1这个合作计划，啊，1就是中国，是，17就是17个中东欧国家，啊，为上北边的波罗的海3国，啊，落来是维夏格拉的4国，啊，南斯拉夫分裂出来6国，加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去年2019年，希腊跟咖喱变17个国家，以前叫16+1。啊，这个16+1，中国落钱个落人，他要把这些国家把它撑起来。捷克他本来也是深受其利的。捷克基本上要带90个人来，这个数字是对咱中国、对咱台湾来讲是足重要。哦，咱做安尼看讲，外国的有遐侪人来。官员来咱台湾拜访，哦，意义是真大。不过你个详细个看看，这90人内底是几个议员、几个记者、几个企业家，哦，甲算算的政治人物是无几个啦。是。哦，你讲把它除以4，也是20几个，哦，20几个政治人物过来访问台湾，当然也是大阵仗 ，OK， 值得我们去肯定他。但是我这样是要讲哦，加20外的政治人物，你讲放到他们的一个宪政结构，也列看伊的国会是2院制，是参议院、众议院，参议院有81个人，是，众议院有200个人，加起来281，是，281来20外的1/10，哦，1/10左右的人是友好台湾的 ，OK。9%，大部分人是还是也是维持着迄个较早的这一中啦吼，是。而且我要强调的是讲，伊的行政机构是总统甲总理，哦，总统的权上大。OK。伫遐2013年了后，伊的总统是人民直选出来，所以权力变成最大。OK。他是公然是反对这一次的反对这个行程。OK。而且他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是只有一中政策。哦。所以这个环境，我是要讲的是讲，我们当然是要庆祝我们外交有突破。OK， 哦，但是我们必须要在很冷静的、很残忍的去思考说，这个长期来讲，捷克会不会长期拥抱台湾？那我现在要建议我们就是要长期去经营捷克的关系。是，这个是很好的起点。但是我们过去我们台湾的外交我看到就是说，人力啦、物力不太够，而且
都是短暂的，不是在长期的。龙短期来去，特别是对欧洲国家的外交的经营，应该要走长远路线，要长期去经营它。真正吼爱长期的来去做经营吼，其实咱嘛有经历到这张表啦吼，就是讲过去咱伫咧这个咱讲真正有大赛有邦交的这个国家，真正是哪来哪少啦吼。咱看到亲像这个巴拉圭共和国大使馆啦吼，咱伫遮有大使馆，就是有邦交的，这是大使伫遮啦吼。其实这是伫咧洪都拉斯啦吼，其实咱嘛讲到吼，无邦交国的。有诶，这个代表处的这个处长，咱就叫伊大使啦吼。作为一个外交官，伊就是一个书架啦吼。咱看到讲，其实头拄啊，这个教授所讲的，这个伫咧 Czech Republic 遮吼，有咱讲的 TECO 啦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Prague 啦，Prague 就是咱讲布拉格遮吼。所以咱讲长期爱来去经营的，就是这个部分啦吼。唔那干那伫咧外交上啊，是讲落钱落人尔吼。其实咱规个资源拢爱落入去，其实真正就是讲，真正咱的实力到底伫倒，其实咱第一线这个外交人员也嘛真辛苦啦吼。但是咱看这个代表处也是办事处，其实拢有伊的这个层级的这个基差啦吼。咱看头拄啊，这个有邦交国这个部分，咱嘛看就讲，这干的办事处还是代表处啦吼。其实咱嘛头拄啊讲到这个 Somaliland 这个代表处啦吼，头一届是吼放到这个。敢若用台湾尔，无亲像讲头顶个有放一寡这个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啦，所以这个外交部小编这回嘛出一寡这个争议，就是讲伊有的这个罪字，伤济物件即阵拢甲抬掉了所以即阵就是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一个代表处的这个意思啦就是讲拍破过去敢若写这个经济啦，写这个文化较避免这个政治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部分咱真正会当讲是另外一个突破啦但是咱讲非洲国家。尤其 Somaliland 这是有争议的未来会安怎行？其實愛個觀察。咱看到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啦，因為叫做簡稱就叫做 TECO 啦TECO in New York、TECO in Los Angeles 等等的這個部分。所以咱看到這回咱嘛討論到駐關島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直接要副管啊。這嘛是真大的這個意思伫咧啦其實駐香港文化辦事處最近是因為反送中，還是講買手國安法通過。即陣可能要來收管這個 Provence 這代表處這個部分辦事處這個部分，未來是安怎號這個名，其實嘛是愛觀察啦。所以咱講，伫咧外交戰處，雖然咱講新增加的這個外館，但是伊攏有無共款的意思，所以未來這個辦事處的名 Aix-en-Provence，敢會當親像這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這樣簡單，是合作代表處，甲這個經濟也好啦，文化好提掉，避免爭議，咱個請教作家。我是感覺，民主國家，政府以外，你會使甲國會議員嘛拍好關係。嘿，我估計，一個例子就是，即馬中國的外交部長王毅佇意大利嘛，是，甲伊話到，但是香港迄流亡的足少年羅冠聰，伊帶可能有10幾個意大利的國會議員佇外口抗議，因為只有你的訴求有迄正當性啊，你都有機會。發聲，嘿，我意思就是講，台灣若有一個足好的訴求，就是甲甲民間國會議員開始，即馬若是中共嘛打壓，其實即馬的氣氛你中共越打壓因的國會就會使批評政府，你哪會你唔使，你袂使安尼，中共講袂使，你就袂使，你安尼，你就互人滲透啊，所以是足敏感的，所以對台灣來講，應該都是找一個議題去突破，主動出擊，即馬都是最迫切，都是疫情嘛，遐都提醒全世界，阮是一個民主國家，攏互忽視，就儕年的，所以應該你嘛要重新全盤檢討。我講一個，法國總統馬克龍，伊就。記者訪問時，伊就直接講，中共是一個天才，就分裂歐洲10幾個國家，中歐嘅東歐嘅國家，因愛中共嘅投資，因攏唔敢得罪中共，馬克龍都直接講出來。中共你就是天才啦你有這個能力伫遐做分化這個動作安尼啦但是還有就是即馬歐洲伊嘛，6月時陣，伊甲習近平你個想開一個視訊會議啊，開始嘅時陣。歐洲的代表都講一大堆，即馬兩邊的分歧，就講雖然甲中國的關係要解決全球性的問題是最重要的，但是恁袂通就講的爾，應該有行動。就今年開始，歐洲嘛開始過濾中國來的投資，就甲美國共款，美國有一個
CFIUS， 对，就对外国投资委员会嘛，就审查外国投资啊，即嘛，因若是恁的中国的企业有中国政府的补助，是嘛，伊会限制伫迄欧洲限制啦吼，营运是，所以即嘛，大家拢开始防范中共啊，这段时阵。都是，所以台湾，你唔免惊被中共反对打压，因为中共的形象就差，大家开始防范他了。OK， 咱看到欧洲国家吼，其实看到咱讲中共吼，这个摆点伫倒位啊吼，所以大家开始要甲防啊吼。其实咱看这回这个中国这个外交部长吼，要去欧洲做一寡访问啦吼。其实伊要访问这个国家，其实嘛有人吼无共款的这个意见，咱先带大家做伙来看吼。访问的期间是8月25到9月初啦吼，咱头讲到意大利遮啦吼，啊甲荷兰、这个挪威、法国、德国等等，这个欧洲5个国家啦吼。啊主要目标就是要防止美国建立联合抗中的这个下塔大西洋这联合战线，哇！这届伊的这个目标嘛是真大吼。咱看这个中国甲美国战甲呢，伊这回有这个任务性哈，要甲欧洲国家吼，甲洗脑一下吼。洗的新公布，啊，另外就是要伫5G 这方面啦吼，啊，搁有伫半导体这个技术，其实咱嘛看到讲，啊，美国家动真济这个科技的物件吼，所以这回王毅吼有真有代表性，伊的这个任务真重哦。但是咱看其他国家安怎来甲看咧？意大利的这个外交部长啦吼，甲王毅进行真有成果的这个会谈，但是会谈内底嘛是讲到香港现主席的这个情况哈，啊嘛是讲到香港的这个人权甲自由必须要受到尊重。哇，这句话讲啊真重啦吼，你就是推测这个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但是我就是遮吼，你来甲我访问的时阵，我就要讲这块。另外咧，咱嘛看到讲荷兰吼。基民党这个众议员吼，伊嘛是外交事务这个发言人啊。伊安怎讲咧？哦，伊讲较真重哦，伊连台湾嘛甲囥入去。伊讲啥？伊讲吼，哇，欢迎哦，欢迎这个外交大臣王毅来做访问啦吼，来挽回两国关系。哇，荷兰甲这个中国的关系嘛，真正回袂转去啊嘛。所以伊即阵派王毅要来挽回啊啦吼。咱嘛看到讲，哇，会当做伙来讨论台湾的关系哦，还是讲香港？个维吾尔族、维吾尔吼，在这个问题和中国受到这个迫害问题，做回来去讨论啊！真欢迎你来荷兰做讨论，找伊来讨论哈。另外，看到这个德国这个部分，这个是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这个主席，伊安怎讲咧？伊讲政府要明确，互这个习近平知影啥物呢？知影吼，因的部长。知影，这大概会谈拢讲因违反着国际法啦吼，所以咱嘛看到港版的国安法甲新疆侵犯人权这个部分啦吼，德国政府袂当对中共做出任何的这个妥协吼。头拄仔咱有咧讲，咱讲到这张图啦吼，其实这个王毅这回这个目的嘛是真大啦吼，就是我带着我这个 mission， 我的 mission 是啥？就是要防止美国建立欧洲反中这个部分。但是咱看这外交部长也好。外交事务发言人也好，因有代表性无？还是干那因画画尔？其实登去同款。我是感觉即届王毅的即个欧洲行吼，可能会失败啊。会失败啊？可能是安怎讲吼？因为这个国家其实看到是香港的问题啦。OK。你看伊大概讲的是安尼吼，啊基本上因遮人其实嘛有一寡代表性存在啦。啊主要目的就是讲，因为你知影讲吼，这国际法是为欧洲出来嘛。是。啊，你今仔日。中国甲英国，你伫1984年的时阵，你签一个名叫做中英联合声明。啊，结果你这个赵立坚呢，因的发言人改糊掉了。改讲无，伊讲这是历史文件。是。这个历史文件。啊，什么叫做历史文件？那明明就是一个50年不变下底内底的物件，你结果无承认。你甲香港无甲安尼。啊，所以。这国家想要相信你，想要讲我甲你签一物件，你甲我讲历史文件，要相信。啊，虽然讲即摆英国已经脱离欧洲啊，脱离欧洲联盟，但是这国家其实因有本身共款的价值，甲本身共款对于人权甲自由的重视安尼吼。所以我即摆是讲，因为即摆王毅因遮挡袂掉，你看伊这北戴河会议了吼，8月初的北戴河会议了，其实应该是对美国开始示弱啊。但是因为伊甲美国不善罢甘休嘛，我讲到一个较具体的数字来讲啊，吼，美国这个新冠肺炎吼，伊死偌侪人，差不多17万人、18万人左右，但是伊一个越战才死5万多人呢。哇！啊，你今仔日等于是拍3场越战去啊嘛，你中国要搞一个交代嘛，啊，即摆就是讲川普讲你搞我交代嘛。结果你中国啥物拢唔爱做，你王毅结果打即摆走去欧洲去，想要甲这国家聊，这
国家内底敢无遮肺炎死的人吗？其实意大利嘛是真严重啊，最严重，德国嘛，特别是意大利嘛，所以你有一个交代嘛，那交代不外乎就是赔偿嘛 ，OK， 就是钱的问题嘛。进前咱讲吼，八国联军啊吼，啊你即摆国家中国国家，难道伊国内经济无问题吗？啊国内伊钱敢有够 ？OK， 伊即摆一带一路的问题，佮伊即摆外口的这外债愈来愈多，是状况底下，伊是要来去处理这代志，所以伊早是安尼啊，就讲比如法国总统伊见达赖喇嘛。啊，中国来讲，我来制裁，就我电厂都不爱互你做，核能电厂不爱互你做。啊，即摆德国就来啊，讲我来帮你用。啊，结果德国即摆个见达赖喇嘛的时阵，比如说法国，因其实拢在生这游戏啊，反正你中国出发来出发去，拢是这步啦。啊，这就有一个国际关系内底有人讲合纵联合、分化结盟啊，这些物件吼，拢其实王毅嘛是咧做这些代志啊，因为伊要甲欧洲这边较好，甲对付美国安尼啦。啊，但是到最后，我感觉讲，因为这些国家其实你甲伊讲这些物件的时阵吼，第一，你有炸钱来无 ？OK。哦，啊，过来，你若无炸钱，后来我来讲人权、讲价值的物件，结果你香港的问题处理到安尼，我感觉讲伊是安怎？我感觉伊的失败原因就是伫遮啦。OK 啦吼，咱嘛是望讲吼，这回伊这个 mission 吼，真正这个分化吼，会当无成功啦。啊，其实咱嘛看到讲，这回虽然咱讲 Czech Republic 因这个议长吼会当来台湾，但是咱头拄啊，这个张教授嘛讲过吼，这回因这个中央吼总统总理拢是无允准因来哈，但是因硬要来有啥物效果啦吼？但是进前有啥物效果，咱来看前议长是安怎，这个落场是啥物啦？咱看吼，前议长吼原本伫咧咱讲520总统大选了后要来台湾，但是咧安怎发生啥物代志？中共大赛吼，一个暗会的时阵吼，做伙食饭啦，啊，伫咧这个中国驻这个 Czech Republic 的大赛吼，伫咧开始施压啦吼，啊，尾手这个议长出来就甲这个太太讲吼，千万莫食讲中国提供的这个食物啦吼，啊，尾手咱看3天以后，伊这个心血管就安尼来去过身去啦吼。另外，这回咱嘛讲到新的这个议长叫做维特奇接任了后吼，咱讲吼，这个张建民就是中国驻捷克的这个大使吼，其实嘛是有这个种种的原因开始咧压入来啊吼。其实吼，咱嘛看到讲捷克。这个真愤慨啦吼，要求讲这个张建民就离开捷克啦吼，所以咱看这回这个前议长的这个太太嘛要来台湾，其实总统要颁一个这个勋章给伊啦吼，其实就是要追思啦吼，因为咱讲真正是中国迫使伊的嘛吼，咱先做来看讲，这回参访团有90个要来吼，啊对台湾的影响是啥物？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甲布拉格市长赫吉普30日带90人的代表团来访问台湾，9月7日买访问立法院，开始国会外交。因为访问团的人数真多，立法院提悬防疫规格，25进行流程演练。东港都翕相，啊，有无共门出入，甚至是使用便所，拢会采用台湾捷克分流。最后的名单可能是在90位左右，那会到立法院来访问的。这个贵宾总共大概是35人，合照的时候也是台阶分开，然后我们会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包括议场里面的厕所设施，我们都会分流。当然要兼顾国际礼仪，但是我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进行这一次的这个所有行程。参访一天，立法院买送予维特奇议长纪念品，包括国会外交演具以及奖章，会创第一届伫咧国内颁予非邦交国议长的纪录，卖照台湾立法院议事推。所做的镀合金电镀铜的艺术推一支，象征两国民主法治的精神。立法院长尤锡坤嘛指出，维特奇议长伫咧捷克的地位真重要，干那差总统一点仔，针对伊唔惊多方的压力来台湾访问，表达尊敬甲欢迎。不为强权打压，也无惧内部一些行政力量对他的挫折。那所以我是觉得他真的是非常勇敢。外交部表示，维特奇集团所坐专机会伫咧30早起11点到松山机场，啊，毋过原本规划讲要做回来，已经过身的捷克参议长关家乐的太太，因为健康的原因需要休困，所以即届无法度来。9月7日，维特奇会伫立法院发表45分钟的演说。总统府嘛表示，蔡英文总统预计伫咧9月7日早起，伫咧总统府接见捷克的访问团，蔡总统嘛推荐关家乐得奖大秀庆婚勋章。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讲到这个参访团来台湾吼，其实这个90人，尤其还顾到这个防疫这个需求啦，但是咱要讲到哇，这个病毒可能是这个中国武汉传来吼，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压力嘛是真大啦吼。咱嘛看到讲，这回因要来啦吼，其实伊带着这个任务啦吼，咱看到这个任务就是讲吼，带来咱讲过去这个反中也是讲吼，这个部分啦吼，但是咱看这回，尤其伫咧。全球拢咧反中国的这个情形之下，咱的吴钊燮吼，佮出招啊！安怎出招咧？咱讲这回吼会当投诉伫这个印度的媒体，啊，这个媒体佮是啥？亲中的这个媒体啦吼，伊写啥？咱是看啦吼，为虾米国际社会会甲联合国需要？啊，甲台湾徛做伙啦，南台湾吼，所以咱看到，因为这回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关系啦吼，所以咱会当伫世界上来徛起，咱提供着真侪物资吼，关乎80外个国家啊5100万的这个肺炎啦吼。另外，咱的反应有够紧的吼，咱看到12月3日的时阵，咱就通报着 WHO 啊，所以咱看到嘛进行着真侪边境的管制吼，甲疫苗的开发吼。另外，咱嘛讲国际这个成员，咱讲成功的这个防疫甲民主的这个国家，啥咱防禁止伫联合国的这个门卡口外吼，那是无甲咱交流，是咱讲国际这个损失。另外咧，中国嘛无权吼代表台湾来讲话啦吼，所以咱看到这篇文章伫咧中印冲突的这个时间啦吼，啊，佮有这个台湾甲印度会当拿来拿往啦吼，所以这个部分代表着啥物？咱会当突破着其他咱过去无法度吹着芳甲塞入去啦吼。当然会使安尼解说啦吼。不过这个背景你头讲了真对嘛，中共甲印度啊，即嘛伫边境大战。OK， 所以若无这冲突，咱无可能。这有一个假设就是安尼啦，讲无这个情形的时阵，敢会温准发表这个文章啦，吼。啊，这发表出来当然是一个正对台湾是正面的，吼。啊，这个问题中共一定有动作，啊，会给这个亲中这个媒体，他一定会施压，施压的手段。哦，大概不会这么惨，像捷克那个参议院的议长哦，是这个促使这个结果了哈。但是中国它的对外外交里面，特别是对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欧洲的外交，是对捷克的外交，为什么参议院前议长会促使 ？OK， 啊，有2封威胁信嘛，他的遗孀有走出来嘛，是。所以种种迹象都证实说，确实有这么事情受到中国大陆的压迫。好，那你等下回头来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捷克带了一些人来台湾，他动作要这么大？一个中国的外交目的就是要避免捷克成为破口。OK， 国台有共同17+1，好不容易打下了一个江山。东欧这国家基本上拢足。支持中国，拢手牵手，牵到真。匈牙利的总理欧邦，哦，伫遐后面内底开会支持中国，哦，啊，波兰啊、捷克的总统伫遐联合国嘛是支持中国，足一迹象。是。伊好不容易甲东欧的关系建立较好，啊，即马有一个讲法就是讲，慢慢的。中东欧都变成中国的势力范围。中东欧国家听中国的还比听欧盟的还多。OK， 已经有这个趋势出来了。所以欧盟嘛会反省吧？对，欧盟都惊讲，如果说这个趋势下去的话，真的是东西要分裂了。好，欧盟的叶尔钦效应哦。是，所以讲捷克这个事情，他这个动作这么大，带了这么多的人到台湾来。那对他来讲，面子挂不住。二来是，这个如果说破口的话，会不会捷克效应？旁边的国家慢慢的，匈牙利啦、波兰这些开始去亲台，这个效应是。所以这个事情，它的背后的政治意涵是非常大的。这个参议院议长的死，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是。他一定要想尽办法去把它压制下来。那他也。料想不到说继任的这位参议院议长，继续底气还是这么大。他在访问这个台湾之前，他写了一个公开信说，就是看重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要坚守这个基本价值。没有这个基本价值，有钱也是没有用。是，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的。说捷克在对中国来讲是等于是他整个中东的利益。所以这个破口他
不行让它继续下去。有影吼，那是真做一个破口，咱看东欧各州啦吼，国家啦吼，其实吼，伊过去所建立的吼，用钱甲框起来这个部分，可能豆会放弃啦吼，所以咱看到即块，伊真正受到打压，但是咱看到，咱讲新的这个议长吼，伊嘛无落软吼，继续要来去做一寡咱台湾这个访问吼，所以即摆8月30到9月初3吼，其实蔡总统嘛要来见这这个官员伫啦吼，所以咱看到真正重要的，就是讲。咱头拄讲到无邦交国，咱要颁这个奖状互伊啦吼，真正就代表讲这个过去这个前议长就是去互害死的啊，这个奖搁颁互你，中共搁会去甲安怎咧？咱继续请教做教。我是感觉迄都是像你主持人拄则讲的，即马是一个大家拢爱反省的最好的机会。以前是中共讲你毋使做这，你就听伊的话，即马你就无你的主权啊。不只是捷克啦，你澳洲嘛是，澳洲5月时阵讲，我们独立调查病毒的起源，中共就是禁这些牛肉，35%的牛肉进口去大陆，个抽澳洲大麦的反倾销税80%，但是澳洲嘛讲，我们没有要退让啊，但是个有即马。菲律宾国防部长嘛是讲，中国伫南海行为嘛是非法，就是大家拢咧反省，大家拢咧平衡，都是，而且大家拢看到以前中共的投资可能拢有政治目的，那是或是恁两面冤家的时阵，因的都不是纯粹经济的，因拢会给你政治压力，所以大家要开始避险。OK。台湾就是你上好会使考虑的，因为阮袂安尼，阮都是就事论事，我们就是遵从民主价值，所以我想这是台湾上好的机会。阮会结合阮的贸易啊，其他的力量都，那软实力当然是要跟韩国看齐啦。但是我想这是上好的时阵，蔡政府应该要多努力。OK， 亲像这蔡总统点来爱讲的哈，台湾 is the freedom of the beacon of the democracy， 然后真正。灯塔就是咱的这个自由甲民主啦吼，所以咱看欧洲国家，因为这个价值嘛看到讲咱民主自由的即地啦吼，所以咱看到伫咧7月初3的时阵，这个关岛办事处咱头拄仔讲到吼，那是伫印太战略这个部分，咱佫会一届吼，甲美国来做一寡合作啦吼。另外，这个7月10日的时阵，欧洲国家头拄仔咱讲的这个除了其他的这个欧盟以外吼，那么看到这个联邦众议这个 Belgium 家啦吼，其实通过着这个台湾国际地位决议法案吼，其实嘛对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上啊，是讲吼国际这个参与也是交流，咱嘛看到真大这突破。尤其吼伫咧疫情期间吼，这个 AZAR 佫会当来台湾吼签着这个卫星合作备忘录吼，嘛是代表咱讲疫情处理个袂歹吼，全球拢看会到啦吼。这个咱看到这个前首相吼，这个沈时郎吼嘛来甲这个前总统李登辉来做一寡这个悼念的这个活动。另外咧，咱就是讲吼，就索马里兰才会当成立代表处啦吼。另外，这个甲以色列签着这个台以这个驾照会当互相来承认啦吼。另外嘛讲到这个法国，咱讲 Provence 遮办事处。另外就是讲 Czech Republic 伫咧这个8月30都要来访问啦吼。其实咱看到哇，有一个咱头拄也未讲到的，就是讲 Israel。这个部分吼，会当甲咱有互相这个驾照，但是有人讲，驾照毋是真简单安尼尔吗？就是互相承认，但是这背后可能有甲美国一个合作的这个机会。咱看到这回这个以色列和这个阿联酋来做建交啦吼，这个建交其实是美国有一个高官来去做一寡见证的。这回咱佫会当甲以色列来签着这个驾照，是毋是代表美国嘛伫遮斗相共有无？这几工啊，蓬佩奥美国的国务卿吼，蓬佩奥伫以色列访问嘛吼。伊就讲啊，这以色列甲阿联酋咧建交，以及美国伊伫后壁斗相共，伊直接讲啊，吼。伊起是要创啥？因为以色列是上重要的半导体吼，出口到中国的，伊有差不多有国内2/3左右的半导体是到中国。即摆中国的半导体可能封杀嘛，所以需要以色列斗相共。以色列高科技足强的嘛吼，所以即摆讲就是讲美国伊。滴水不漏，伊要甲这些国家规个拢封起来，封起来都不爱互伊过安尼吼。所以比如说以色列这个代志吼，其实无遐简单，就是讲，因为蓬佩奥伊即摆人伫遐吼，伫这中东这个所在，而且这巴林甲这阿联酋这国家虽然非常小吼，面积非常小，人口少但是人可能有一寡代志的，对吼，有迄就有骨气来，好像讲到时阵要啦形成中东的。围中联盟，这个概念吼，即摆以色列
这个部分是最重要。是啊，而且另外要讲的就是讲捷克因为我伫差不多3年前左右，我有甲捷克的迄个众议院的副议长食过饭吼，伫圆山饭店食过饭。同款，伊中国大使去因兜去3届。叫伊莫来，但是伊毋捌来过台湾。伊讲我一定要去，我想要你甲我挡，因为我捷克人，我毋是中国人啊，你想来甲我挡，我要去倒你，我要去倒你用我头甲我管咯，所以伊个是民选的众议院的副议长，伊就带团，伊迄个团无偌大，差不多10几个人安尼，到台湾来安尼。其实讲这个所在就是讲，头仔张老师有讲啊，讲这连锁反应。你像讲捷克这个小国家，伊就爱安尼对抗中国。法国的、德国的，伊这讲我无民主，这伊小国家拢咧对抗中国啊，这大国家伊是咧安怎？伊是咧惊啥吼？所以这个连锁效应可能是毋是会伫欧洲的发酵？即摆中国就是咧防止这个所在，看会卖出现的。是啦吼，所以这个中共一直咧防止这个破口，一旦若产生，咱看亲像这个华语讲的骨牌吼，就直落吼，规个崩盘落去啦，嘛有可能啦吼。所以咱讲全球这个，咱讲莫讲亲中反中啦吼，这个咱讲为着这个国家的利益，也是讲看到中共侵略这个本质吼，因欧洲国家其实拢看到吼，咱嘛看到讲这回会当代表处办起来，那么望台湾外交空间啊，哪来哪济，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多谢，感谢，谢谢。